线上书籍啊，经典啊、游记啊、史传啊，还有英文资料呢。第一游记有英文的，济公活佛做的诗也有英文的。像鸾堂出了很多善书，像文字版的，就是有在这里面，好多种游记哦。怎么连到这里来了？网址贴到频道 YouTube 频道的社群贴文有没有？社群底下有发现社群贴文，然后点按那个有提供连结网址，点按那个连结。内容很多呢。